扒手 pickpocketing 喺香港係一好嚴重嘅罪，特別係喺多人逼嘅公眾地方，好似旺角街頭、地鐵站同商場咁。根據香港法律，扒手屬於偷嘢罪，最重可以判坐監10年。法庭對扒手好嚴厲，尤其係當個犯專揀人多嘅地方，趁人唔為意落手，咁就會罰得更重。有單案例，法庭講過，個被告喺聖誕節期間夜晚喺好旺嘅商場扒嘢，加上有案底同飲醉酒犯案，屬於好嚴重嘅罪，所以判刑更加重。如果個犯成日再犯，或者專係揾老人家、遊客或者冇留神嘅市民落手，法庭會覺得個被告好大責任，判刑會比普通偷嘢重好多。扒手係需要阻嚇性判刑嘅罪，特別係當中有班人一齊做案，專揀節日或者好忙嘅時間落手，咁樣嘅加重因素會令到一開始判刑嘅年期提高。而如果你被人告扒手罪，記住業謝鄧有刑事辯護服務，同你分析案情，幫你爭取合理結果。快啲揾我哋，保障你嘅權益。業謝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。